早前咧，中國網絡就瘋傳上海某集團總裁高薪15萬人民幣，聘請男保鏢照顧4個老婆，工作輕鬆待遇高。但係老闆為咗避免保鏢同太太們有染，要求進行閹割嘅手術，先至可以上崗，亦都可以選擇只切除睾丸保留陰莖，想做不要猶豫，1-2年能賺到你一輩子也賺不來的財富。都係1-2年啫，但之後唔會生翻出嚟喎。成個波波切咗喎，你陳奕迅咩大佬？咁不如你封咗個4個太太佢，封咗佢點樣樣用啊？我娶4個老婆翻嚟啊，費事個歐佬封撚咗佢啫。另外應徵者亦都要符合保鏢嘅條件，又要格鬥喎。但係佢冇咗男性荷爾蒙，佢就冇格鬥嗰個咩㗎啦。咁打贏佢。太太小心啊！喂，點都插唔掂喎呢單嘢。係啊，點請人啫？